美国历史美国总统大选正式投票日是伫台湾时间11月初5，也因为这选情真紧张，政治分析家认为重新算票和相关的法律诉讼几率是真悬。但是友邦别流也当咧选总统，中国也逼因爱和台湾断交，或者认为这选举结果会影响到台湾和别流邦交，也影响到美中关系。60年历史的德鲁古拜楼，昨下晡3点多，因为太管处吊车手骨无受保释，就弄起哩，害这顶头地就落落来咯。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初5夜新闻，我是嘉豪。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到美国总统大选的消息。伫咧台湾时间今日下晡下暗开始呢，要来正式投票咯。这 Trump 伫咧投票日的前一天，早3个摇摆州举行4场的集会，其中2场是办伫咧宾州。伊也甲这选民挂保证，讲这中国若含这墨西哥呢，唔阻止芬太尼毒品走私去到美国，伊会对这2个国家的产品扣较重的关税，要扣25%。而且伫咧墨西军的选情之夜，伊也讲，若准甲这票转互伊，伊就让解决任何问题。投票进前，川普掠到最后的造势机会，连遭4场大型的集会，其中伫北卡宾州的谈话内容相同，除了谴责南部边境移民的问题，也替毒害美国人已经真久的芬太尼做文章。So we lose 300,000 people a year to drugs entering from Mexico. And if they don't stop this poison from flooding into our country, and they can stop it by not accepting it from China, and I'm doing the same thing with China, we're going to tariff the hell out of them. 对付毒品的问题，川普又搁在大动作，呛声讲要对墨西哥甲中国的产品扣25%的关税。伊也掠到家己上占优势的经济议题，批评讲若准投票予贺锦丽，生活敢若会愈来愈苦，敢若伊会当予美国人的生活一切拢变好。A vote for Trump means your groceries will be cheaper, your paychecks will be higher, your streets will be safer and cleaner, your communities will be richer, and your future will be brighter than ever before. This will be the golden age of America. 暗时，川普搁再去另外一个关键州密西根举行选情之谜活动，搁再话讲要带美国倒转来上悬的公营。With your vote tomorrow, we can fix every single problem our country faces and lead America to new heights of glory. 目前，川普甲贺锦丽选情非常紧张，关键州可能会决定什么人赢。2个人伫最后一天拢选到到有19张选举人票的宾州9票。若那川普结束选情最后行程了后，转去福州的徛家，初五会亲身去投票所投票。互外界烦恼的是，若准川普败选，伊可能袂接受这个结果。4年前的暴动，恐惊会搁再重演。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过去这24点钟内，2党拢是拼性命伫咧吹票。像是这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贺锦丽，选举前一暗呢，伊伫咧摇摆州槟城上界大城市费城举行这选情之夜。现场是有找这歌手Lady Gaga，也有脱口秀的主持人欧普拉来甲助讲。伊若讲要甲这美国头一位查某总统送入去白宫。选情最后一日，各州输赢州宾州，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伫费城度过选情之夜。We are the promise of America. I see its promise in the fathers and the mothers and the grandparents across our nation who work so hard every day for our children's future. I see it in the women who refuse to accept a future without reproductive freedom. And in the men who support them. 贺锦丽最后一场造势演讲，回应选民对经济和社会现况的忧心。贺锦丽在选前之夜请来的巨星，包含女神卡卡，还有脱口秀主持人欧普拉，看得出来，即使到了最后一天，贺锦丽阵营还是强调女力的重要性，要把美国史上第1位女总统送进白宫。歌手 Lady Gaga 呼吁女性选民伫投票日为着女性的将来做出决定。What you can do for every pregnant young woman who has died because she was not eligible to receive the emergency medical care she desperately needed because of an abortion ban. Oprah 强调女性伫美国社会的困境，现场表演 talk show， 呼吁少年一辈的选民爱出来投票。
普多里克的歌手 Ricky Martin 是以唱歌跳舞点燃拉丁的背景的骄傲，回应 Trump 伫纽约造势大会讲本所岛的失言风波，让我的支持者更加关心外交政策。 And his tariffs are either not going to go through or are going to be like beneficial to China. So he is more pro-China than we want to admit, and that is by its nature bad for Taiwan. I do believe Harris will support Taiwan and all forms of democracy, and freedom from oppression and, tyranny. 美国选民去年的一票，唔能影响美国的未来，嘛看见未来4年台美两国的关系要安怎发展。公司国际记者彭主席，美国费城报道。当咱想要追求这自由和平的时阵，背后总是有人伫遐变鬼变怪。咱的友邦帛琉呢，今仔日也伫咧选总统，中国也趁这个时机想要逼帛琉和台湾断交。但咱的外交部长林佳龙就表示，咱是有伫咧强化和帛琉的关系。 有学者指出，讲帛琉总统的大选结果，唔但影响到台湾和帛琉的邦交，也影响到美中关系。咱国重要的友邦巴老总统大选初5起果，甲美国总统大选同一天举行，受到国际的关注。中国嘛是顶目伫注意，想要甲巴老友到公平，表示外交关系转向。伊用两面手法，一直透过网络攻击、抵制旅游。 大大影响到巴老的观光经济，搁伫大选的前一天施压巴老，话声讲爱会晓看局势、在政体，早日站到历史正确一边，做出真正符合自身根本和长远利益的正确决断，识时务者为俊杰。加强跟国人关系，有再加强高，谢谢。外交部高度关注巴老的大选，现任的总统。 会事人立场较亲台，坦白讲，巴老面对中国的压力，中国也当咧暗算台湾。也那另外一位总统候选人雷蒙解说，立场较亲中，因为巴老是美国太平洋重要的盟邦。学者分析讲，这场大选的结果，唔但牵动台湾、巴老的邦交关系，也影响到美国印太的战略部署。我们是实务，所以坚持价值为本。 互利互惠的外交关系，中国一再破坏区域和平稳定，予以共同谴责。如果说其中的这个总统上台了，那可能北京的机会就比较大。可是呢，这里面不要忘了，还要看看美国要花多大的力气来加以阻挡。巴拉圭国会甲参议院议长努涅斯，翁仔某是带跨党派的访问团访问台湾，总统热称着初5亲身接见。 致辞感谢巴拉圭的议员针对中国军演声援台湾，也感谢巴拉圭的总统潘尼亚伫联合国大会为台湾发声。我们期盼卢内斯参议长以及各位贵宾可以持续支持台湾，共同对抗威权扩张，守护共享的价值。Santiago Peña de que tiene a Paraguay no solamente a un amigo, sino a un socio con el cual vamos a seguir caminando nuevamente para construir. 面对中国夜观区域局势紧张，努涅斯强调讲，这座访问台湾的行程，目的是重新强调巴拉圭甲台湾67年的历史友情，兄弟情分无法度用金钱替换。老总统也希望巴拉圭继续挺台湾，做伙对抗威权。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桃园杨梅，这陆军109旅一名义务役的阿兵哥去到基地受训。昨早起伫咧新竹湖口基地便所开枪，陆军团初步调查发现讲，这个阿兵哥是伫咧靶场捡到这训练专用无枪指头的枪支，伊无照规矩来甲伊交出去。落尾是等摕到枪了后，甲这粒这无枪指头的枪支偷偷装入去内面进行刺射行为。 这阵的代志呢，也要来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而且这阿兵哥遐尼线性的行为，有专家是认为讲，就爱处罚更加改进。公布强化部队战略，今年期的义务役今年开始各项训练受到关注。头一批阿兵哥9月就落基地受训，即马刷标出军纪案件。桃园杨梅陆军109旅一位义务役胜利的新兵，这是传出伫陆军新竹湖口的基地便所开枪，枪声一响，惊动营区。枪支的部分是他随身携带，这是没有问题的。那弹的部分呢，它是大概捡到一个训练用的一个空包弹。那大概在厕所的
时间呢，就这样就往左下方这样子来做一个射击的一个动作。单位干部闻声后，随即主动查无人员伤损。初步了解，弹药为空包弹，该员自述日前于靶场内捡拾取得，为未依规定缴回。顾立雄表示，因为是正化训练，拢会配发步枪，要求风险的控管降到上低程度。不过，外界关注枪支是倒位来的。陆军团成立专案小组，初步调查出来，叶兰讲，进前是伫湖口营区8测中心靶场射击训练，捡到训练用的空包弹，无按照规定交转来，测试操课进前领到配发的步枪，因为复现就到便所盗枪支开枪。陆军团坦白讲，遗留枪支是有疏失，会看调查结果，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各单位呢，它都其实有一个容许值啊，就是说你大概呢有几枚找不到哦，这个是合理的，因为其实说真的，靶场很大哈，而且子弹啊，就击发之后它真的乱飞的。士兵讲的，他是在靶场哦捡到哈这个没有士官没有察觉到的弹头或子弹。这样来讲，反正是他的罪行会更加重，因为表示他是有预谋的嘛。针对菜鸟开枪案件，国军互批评讲放又搁无顶真，也反映新兵的训练纪律无够，弹药管制出现问题。但国民认为讲国军比较美军的训练，枪无离开身躯边，说互叶兰摕到属于管制品的枪支，违反偷占军品，严重使用枪，强加互国军下民主，爱严格检讨。记者综合报道。伫台中有5名嫌犯，伫2021年9月时阵，一直台中清水，甲人撞破这中油的管线，偷摕2000粒的柴油，进前互判刑10个月到2年2个月不等。最近这民事判决也出来了，除了其中1个人有和解，其他4个人要赔偿互中油101万。警方按铁厝的门撬开，涂骹全全是家私甲管线。伫铁厝外口，阁挖到中油的送油管线，从另外接管偷油。犯案情形哪像韩国电影《霹雳油劫》？原来是5个嫌犯撞中油的油管，偷摕2000粒的柴油，中油提起民事赔偿。台中地院判决1个人和解，剩的4个爱付中油101万。被告等人利用工具开凿破坏原告埋设于台中市清水区人行道地面下方的输油管线，窃取柴油共约2000公升，造成原告受有油料损失、油管毁损及为了修复油管所受的这些损失。本案发生伫2022年9月，5个嫌犯知影中油甲管线带伫倒位，就踮咧清水租一间厂房，伫中油的4条油管落空，接管线甲油偷摕转去厂房。中油公司发现了后，报警提出告诉，最近民事判决出来，那刑事的部分进前就照加重窃盗罪，判5个人10个月到2年2个月不等。专家分析讲，这种落破油管的行为会有公安的问题。大量泄漏，你也不是可以马上去处理它，处理的时间可能就会拉得比较长，在处理的过程可能就会有一些危险性存在。大量泄漏这时候碰到火，它就会炸。专家强调讲，假使无处理好油料泄漏，准讲无道迄烧起来，嘛有可能污染着环境，呼吁民众千万唔通安尼做。记者综合报道。常常听人讲好气生财，吉气就会烧台。来看这台南沿海这河边和风台扫甲密密茂茂。这几天呢，渔民是赶紧甲一寡受伤无遐严重的河边要收倒转来。今日透早呢，所有这渔民因为回收发生纠纷，丢人开枪，造成3人受伤。那这开枪嫌犯也主动去到警察局自首，警方也依法甲送办咯。台南市南区喜树路这间槟榔摊内底，双方的人马伫这谈判超卖边，竟然开枪，造成3个人受伤。同样发生枪案地点阁真偏僻，当地民众拢讲唔知什么状况。什么状况啊？迄张啊？我唔知哩。安尼哦。哦，恁槟榔摊的人嘛。嘿啊嘿。OK OK。警方测试暗时接到医疗院所的报案，讲有患者着枪。对早落去才发现到是被害人，那像甲姓黄的嫌犯等等的人，因为回收河边的问题引发纠纷，小酒谈判讲了未拄好，姓黄的嫌犯煞就安尼来开枪。因回收柯棚材料问题发生纠纷，其中一枪击中陈姓被害人，贯穿其右手前臂，受伤3人，经送医均无生命危险。
顶礼拜因为风台扫过，沿海真侪河边拢互风影渗歹去。台南真侪当海沙堡顶甲满满拢是竹啊、玻璃拢等等的材料，而且真侪河边拢是10月初才拄啊拖去沿海放落去，一个河边得要25000块，所以农民难免的想要回收搁较侪材料来补贴因的损失。打初期较早的去，迄种一个这种经济效益一个差不多150至200块，即嘛一直研发围绕一个500-600，有当时了钱，因心情做无好啊，有当时拢加减要扣我来弥补成本。目前市府开放予农民会当家己先去回收河边材料，不过嘛想袂到讲竟然会安尼引起纠纷，甚至发生枪案。警方信后嘛依照杀人未遂甲违反枪炮弹药管制条例等等的罪嫌，将人移送法办。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虐待囡仔新闻，一日到晚拢伫咧报，有关有这教保员会虐待囡仔，有影是想拢无。来看这台南某一间私立的幼稚园，有教保员涉嫌用这吹风机的手风，甲2岁的查某囡仔吹，硬甲灌汤、甲拍尻川一寡不当行为。这虐待时间应该有2个月过啊。这家长向民意代表来တင်情，市政府也调监视器来看，确认这姓王的教保员有身心虐待、体罚等不当的管教行为。情形真严重，裁处伊规世人袂当做教保员，而且要该罚60万。他很生气，然后呢？2岁查某囝自8月换老师了后，下海2支手骨拢出现乌青，也唔敢去上课，前后的态度天差地。好，妈妈知道。好，妈妈知道。妈妈礼拜5带你去新的学校，好不好？来，妈妈抱抱。问到某一位老师，就想要哭，也无愿意加讲。家长开真侪时间，才发现囡仔可能受到无适当的对待。你在学校吃饭你不吃 ，Cici 妈咪怎么样？塞进去我嘴巴。怀疑囡仔受虐待，家长要看监视器，学校说讲无到，帮囡仔转学了后向民代投诉，才发现唔是无监视器，是学校无爱互家长看。我跟老师询问过，他都说是小朋友玩闹、玩耍、推挤。那后来才发现，就是其实都是老师很用力的拉扯，然后很多的暴力的行为。绑吊的过程当中，我从老师这边知道是说，他也都是说他没有这么做。影像发现8月初到10月份下旬，查某囡仔真侪届互无适当的对待，捌互吹风机小风吹向面，佮有下身，感觉小想要咪，佮互老师掠掉咧，也捌互老师大力塞倒伫涂骹，佮有互强迫灌汤，甚至于输互地暗棍。不是掐，就是捏，然后就是恐吓，让孩子回家的时候，他根本就是爆哭，那起床他也不敢到学校来上学。该员终身不得担任教保服务人员。登录在我们全国不适任教育人员系统，并且处以60万元最重的罚款。市府调查认定讲，涉案的姓王的教保员对囡仔无适当的体罚、身心虐待等行为，情节真严重，重罚上悬60万，一世人袂当去做教保员。其他助教也有威胁，是罚3万。幼稚园也会互追究敢有暗藏威胁，并且公布幼稚园甲行为人的名称。记者综合报道。有真侪人呢，若阵赛车去到花莲佚佗，行到这个所在时阵呢，拢爱停留伫遮翕一张历史的一个相片。讲到这个历史建物呢，德鲁古牌楼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咯。不过这负责管理的太管处长下晡3点多，因为这吊车的手骨无甲伊修好势，经过时阵就弄起哩啊，害这东西环贯公路的支着落落来。太管处表示讲，会伫咧半年内完成修复。甲自翕即支地较正暗，一直是快门，换一个角度，搁一张，和牌楼做伙翕，即个打卡的景点太鲁阁口的牌楼，即马煞变形。做东台湾代表性的地标，经过风台地动共款拢定伫遐，等到即摆，互工程车规弄过来，肇事的阁是家己人，驾驶含车拢是太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的。我们自己的卡车为了去加油站加油，那经过牌楼的时候，不慎把中横公路牌楼的一个横杆稍微有受损。案发的前后比一个顶悬的檐啊、排风，当时环贯公路的题字拢总落落来无去啊，中啥物拢无，其中管制字搁断去，顶悬的条嘛拢有损坏的痕。太管处回应讲，受到狂热风台扫过，园区内真侪树仔拢倒去。测试下晡3点外，这工程车清运了，吊手无修好去弄掉，即马拼半年来完成复原，但爱开偌济钱过来评估。就看太管处的时间，他什么时候找到经费，行政上面能够缓过来处理这件事情。
太鲁阁的牌楼是真有历史，牌楼的主体是3间4条式，标管60公尺。民国79年正式启用，纪念台湾出现第一条东西环贯公路。顶管这6字，佫是当代重要书法家王仲维手写的，用乌底金字表现。在民国94年，牌楼嘛，互当地的政府列作是历史建物，去年才整修完成的，但即马就随佫弄歹去。我个人是觉得还是要修复，无论如何，它在文化上来讲，毕竟也是花莲的一种地理，也是一种地标的象征，特别是它2年前还刚修好。那事实上我们找资料，它在1991年也被撞过一次。一摆认为的说是破坏历史建筑，相关单位都要更加注意，因为若佫损毁啊，佫安那修复嘛，无法度返去到上开始的模样。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印度的北阿坎德邦测试发生公车摔落山坎意外，造成36个人死亡。初步调查指出，这台公车将可能是初期才会摔落去60公尺深的山谷。另外，伫咧印尼东部的佛罗雷斯岛有火山喷发，造成9个人死亡，这2000多栋厝受损。政府已经要求这火山附近的16000多名居民就要赶紧撤离。对山谷落落去已经弯桥变形的公车是倒伫河边的行顶悬，救援人员无用在抢救，阁受困伫车内的民众。测试这台载满72个人的公车，在伫北阿坎德邦希瓦纳雅山区的车路的时阵，无细日落落去到60公尺深的山谷，迄当阵红等出车外，也是想办法逃出去的民众，家己报警查获救命。救援单位紧急派救护车和直升机送去病院。देखिए ये बहुत ही दुखद घटना है और इसमें सर्च एंड रेस्क्यू ऑपरेशन अभी चल रहा है। अभी तक जो पुष्टि हुई है इसमें 36 टोटल कैजुअलिटीज़ की पुष्टि हुई है।初步调查发现，这台公车已经真旧啊。事发的时阵，仍然有出去的情形。有关当局已经下令要彻查事故的原因。印度是世界上车路死亡率上悬的国家之一，当年拢有几十万人伤亡。大多数的车祸原因，拢和赛车受凊彩、道路无维护好，佮有车伤旧有关系。另外一个悲剧是发生在印尼东部佛罗雷斯岛顶悬的勒沃托比垃圾火山，车山半暝忽然间喷发，火山云直直冲起咧2000公尺悬的天顶。当局是随手散4颗10个砖仔头上万的居民，但小火的现场是摧毁学校、修道院等等真侪栋厝，至少造成9个人无命。Berdasarkan rekomendasi dari Pos Pengamat Gunung Api bahwa 3 desa yang paling terdampak Duli Pali, Kelatan Bau sama Hokeng Jaya tidak boleh ada warga yang beraktivitas di kampung dan harus segera dievakuasi dan mereka sudah dievakuasi di 3 titik pengungsian. 即马火山的活动是愈增加，印尼当局已经甲当地警戒级别升到上悬的等级，而且甲疏散范围扩大2倍，到4公里7公里。呼吁民众爱防范未来几天有可能出现内山做大水、含岩涨流。上时，当地政府宣布未来58天入内到紧急状态，会帮助受灾居民做疏散和安置。我是新闻张回斌编译。日本东京证券交易所对今日开始，这股票交易时间延长30分钟，会伫咧当地时间下晡3点半收盘。这也是日本70年后，搁再延长交易时间。这日经指数也去421点。若讲到咱的台股呢，确实无分盘，交易时间是4点半钟，和国际比起来，时间确实有较短。不过，咱的金管处表示讲，这交易时间若准调整，对证券市场影响是真大，这部分会搁再评估。日本东京证券交易所经过70年初5开始，正式延长股市交易时间，整体交易时间调整到5点半钟。股市敢会更加加热，引起各界关心。初5日经指数开出庆祝行情，收至38474点，起421点。投资人关心讲，台股敢有可能嘛延长时间？延长啊，2点半啊，这样比较来得及啊。我点来不及。其实我是觉得一样就可以了。看盘时间太久的话，整天都会关心这件事，然后就没办法分心做别的事情。其实，日本东京证券交易所以早伫2000年、2010年甲2014年8、3届讨论延长交易时间，结果拢无实行。不过2020年10月，因无预警大规模系统摆卖，规工拢无法度买卖。才决定延长交易时间。若台股2001年1月进前，交易时间是到中昼12点，搁延长1点半钟，嘛才下晡1点半收盘。不过和国际主要股市比较，时间犹原较短，无讨论要比较国际延长交易时间。
如果要去做一些变更的话，一定要取得社会高度的重视啊。所以这个部分呢，要不要做调整？我想我们会审慎的评估。目前日本股市的交易时间分做早起盘甲下晡盘，中国甲香港拢是按当地时间早起9点半开始，下晡休困了后再按下晡1点开始交易。美国按早起9点半到下晡4点，台湾是按9点到下晡1点半，一盘到底。对于证券业来讲的话，他们的成本，不管是人工的成本，或者是这种设备的成本来讲的话，那都会增加一些成本出来。证券业的本身应该不会赞成。基本上时间拉长，当然就是会让这个交易量、交易额都相对是有这种扩大的可能跟机会啦。大股是要延长交易时间？要考虑券商的经营成本，甲投资人看盘的关系。虽然目前暂时未改变大股的交易时间，不过未来有缘会看市场的需要来演绎。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今年第22号风台银杏早起增强变作是中度风台啊，气象署也预测讲，这银杏可能会用西北转向西方向往南海去，虽然未直接影响到咱台湾，不过这拜五开始呢，受到这风台外围云系影响。大台北、基隆、北海、花涵、宜兰、花莲拢会落大雨。这礼拜的天气主要是受到这东北季风变强影响，可能会达到20度以下。大台北早起时落时停的雨势，过路人也雨伞出门，真侪人嘛换长雨的。拜日开始，东北季风影响，北部含东北部天气感受偏凉。新北市局部地区是出现18.1度的低温，中南部早暗嘛降温，偏凉的感受会持续到这礼拜5。各地的低温到了周四的清晨都有逐渐的在下降的过程，局部近山区以及空旷地区更有机会低个1至2度。因此，在这些比较低温度比较低的地方，可能会来到18至19度的一个低温。每个月透早各地同款是偏凉，日时北方的冷空气减弱，但是受到今年第22号风台银杏外围云系含东北季风的影响，基隆北海岸、东北部、东部地区含大台北的山区拢有短暂雨，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气象署讲，银杏风台已经增强做中度风台，如果未来经过吕宋岛北部，再过入去到南海，直接影响台湾的几率是偏低，但是未来有可能更有扰动发展变作风台。以目前来看的话，确实是有机会，因为目前在整个菲律宾以东的这个西太平洋比较偏南的这个洋面上，海温算是比较高的，算是都还是有机会有这一些热带系统发展。分析师提醒讲，虽然银杏风台未直接侵台，但是对拜三开始，各沿海的风影会增大。拜五开始，风台相对嘛较近，虽然讲含东北风强盘作用无明显，但是东北部同款是需要注意降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宜兰的龟山岛，这空雷风台扫过了后，东北角风景管理处去到现场勘查，发现讲这龟山岛有真侪设施损害真严重，决定讲这龟山岛呢就要提早封岛，到明年3月是搁再开放。观光业者表示讲，若准减少这上龟山岛的行程，11月游客恐惊会减5成以上。龟山岛的龟尾湖、四窟窿拢浸伫水内，岛顶一寡观光设施是拢集中伫遮，即马受到风台影响，受损是真严重。行伫龟山岛会当看到车路顶悬拢是土含石头，受到狂热风台的影响，岛顶的步道拢总互石头砍掉。经过抢修，才开出一条简单的路。顶岛的码头嘛，互大雁靠歹去更条拢现出来，灾情惨重。但是因为它岛上的一些设施包括像一些基础的设施，大概受损比较严重，所以我们已经紧急开始做一个清理的动作。但是预估起来，大概可能要到月底它的那个状况才会比较好一点。东北角风管处在测试风险较细的时阵顺利登岛，确认龟山岛的观光设施损坏是真严重，决定初5开始封岛，需要先修理到明年3月，才会龟山岛搁开放。过去龟山岛当年拢是12月初1，因为东北季风的影响会暂时封岛，今年受到风台影响，只好提前封岛。哇，影响真大，这摆人客是大部分拢要去登岛，送钱人较无。11月份的话，小台湾讲啊，因为
也不是放弃啦。你在11月已经最近过1岁的话，至少也有影响5成的。到底在塞带游客去哩龟山岛行程的看海洋船的业者，怨叹生意是大受影响，因为第二来敢若会当带游客去看海洋尔尔，超过游客数会减少5成以上，敢若希望龟山岛凄惨的状况会当较紧来修复，免用生面目见人客。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只中国籍的货轮玉州客航伫咧空内风台期间，伫亚柳的外海靠搭，相关单位有想要把这油呢抽起来，说因为天气歹，拢无法度来处理。这只货轮伫咧风台天的时阵来出海，这停事也引起众人的议论。航港局表示讲，一切拢遵照规定办理，是因为这货轮载重的关系，伤过重咯，无法度伫咧基隆港内面避风台。这风台来进前呢，因着申请要离开，基隆港务公司伫28暗头批准，因是29离开时阵，才伫咧外海靠搭。靠搭伫亚柳环济中国籍货轮玉州客航，对海泳是扑扑沉沉，因为天气歹，就算抽油船含人员几啊天待命，几啊摆趁天气较好的时阵过去，嘛是无法度完成抽油。这是早起工作船载海事人员要去哩靠搭的货轮做风堵，确认无漏油的疑虑。当地渔民讲，已经连续几啊天看到工作船划过来。你逐工拢比较顺啊。你好天应该就派人出来，船啊派人出来。伊拢拍，敢若拢家人主动就算。啊，你如果东尾天啊，天气较歹啊，若要好你一工哦，足困难的。伫国家关注中国籍货轮风台进前的离港停事，航港局发布说明，相关法规范港内船伫风台警报发布了后，应该家己加强风台措施，也是照相港的指示，早期保卫艇也是出港。这只中国籍的货轮因为载量体伤大，重心伤悬，向基隆港务分公司提出出港密封申请，2月尾暗准啊，29早起出港，要登去中国说因为动力无够靠搭。昨天早上天气比较好，所以他们有上去，有可能会有泄漏的部分，我们都有上去堵漏了。依照这个防台的标准程序，它必须要离港。航港局讲，离港的作业拢是照规定来办理，后壁来看相关规范，敢阁有精进的空间。为了要强化海难的应变能力，航港局会以劳务采购的方式，选取各大外大型拖救船伫港口待命，会当对抗8级风4到6公尺的海洋权。有一班 HP 以上，按算2025后半年完成采购的天数，会当提升海难船拖带能力，防止靠搭。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类鼻子的这个疫情继续伫咧加悬，顶礼拜新增加4例本土类鼻子的病例，今年已经有105例咯，其中有21例死亡，拢是有史以来共期的新冠。另外，今年讲到这肠仔病毒疫情正反常，秋天过啊，也搁伫咧流行期。顶礼拜全台湾就要到2万人互医生看，也是这10年来共期的新冠。甚至有一个也未满月、未满过院啊，伫咧重症，等咧加护病房治疗。当病毒的疫情持续升温，顶礼拜全台湾猛急症去看医生的，一直要到2万人，是10年来共期的新冠。而且新增加1例当病毒重症的病例，是南部还未满1个月的查某红婴仔，出生1礼拜了后是小人刷出现发烧、活力降、肝炎这症头，收到伫新生儿加护病房。经过检验了后，确认感染棘刷机病毒 B4并发症，目前搁伫咧住院治疗。这嘛是今年第6例当病毒重症个案，感染源个厘清。他的同住家人啊，跟这个妈妈其实都没有感冒症状。那他在出生之后呢，其实也还没有返家。那在住院过程中的接触者呢，其实也都没有这个肠病毒的疑似的症状。所以有关他到底是从哪里感染这个肠病毒的目前这个感染源还待厘清。另外，类鼻子的疫情嘛发出警报，顶礼拜新增加4例本土类鼻子的个案，其中3例是住伫高雄，1例住伫台南，年岁拢是伫60外岁到70外岁，拢有慢性病史，目前搁伫住院治疗。加起来，今年已经有105例本土类鼻子的病例，拢是伫风台过后发病。其中21例死亡，拢创历史上共期的新冠。疾管署警告讲，顶礼拜空瑞风台才拄过境，未来1个月都是类鼻子感染的危险期。强风暴雨呢，造成土壤中或是污水中的一个类鼻疽的一个杆菌呢，更容易暴露在地表面上。那也因为类鼻疽杆菌呢暴露在地表面上，所以造成类鼻疽杆菌呢更容易传播。疾管署讲，今年当病毒的疫情是真反常，一直到秋冬啊，搁伫咧流行期，有可能是因为今年当病毒的型别较侪，和进前新冠疫情的免疫负载有关系。顶礼拜全台湾拢总有265班因为当病毒停课，其中
幼儿园都有186班。按照疫情相关方会伫11月后半个月，到是头礼拜差不多有2万人看医生，到12月后半个月才会脱离流行期。记者综合报道。这间公司大陆厂所生产的杯马牌特调咖喱粉，验到这内面将有可能出现会致癌的这苏丹红色素1号，也因为这批咖喱粉已经卖到台北、新北、台中等9个县市啊，包括着这基隆、双北，也有桃园等8个县市教育局也拢宣布讲，这学校营养午餐先禁止使用咖喱粉，也有咸姜仔粉。不过业者是呼吁讲，这卫福部爱伫咧边境的时阵，就爱做好管制就是。想要煮学生囡仔营养午餐，煞互团膳业者先伤脑筋，因为国内苏丹红的事件真无简单点落来。最近又搁传出制成公司斗六厂生产的飞马牌特调咖喱粉，互验出有致癌疑虑的苏丹色素1号。真侪县市拢宣布讲，学校营养午餐禁止使用咖喱粉或者是咸椒粉。新北市即日起至明年1月20日，学校午餐暂缓使用辣椒粉及咖喱粉等调味料，后续是卫生单位稽查情形，再行评估是否恢复使用。根据了解，制成公司这批咖喱粉已经流入市面。销去双北、台中等9个县市，目前已经通知各地卫生局落价回收。团膳业者表示，目前国内包含基隆、双北、桃园各用8个县市禁用咖喱粉加咸椒粉。因为制成公司已经不是第一届验出苏丹红，目前是要属国家检验室，当日搁再确认相关的原物料，检验结果出来，才搁对外公布。只是近摆苏丹红是按风波烧到学园，团膳业者就搁爱对内改菜单，这也互因感觉真困扰。卫福部相关主管机关应该从边境管制这个因为1年2次，我觉得真的是这个有点夸张去造成我们末端消费者的一个恐慌。烹调上其实确实会造成我们一定的困扰比如说去修改这个烹调方式啦。为了确保学生囡仔食安无疑虑，基隆、双北、桃园宣布讲，即日开始学校营养午餐暂时唔用咸椒粉甲咖喱粉，一直到第1学期结束。记者综合报道。台南有200多个农民不满这公牛卖价少13年来拢无调整，因着求北部条啊上街头抗议，因的诉求是爱政府1公斤增加5块。这农粮署南区分署是回应讲，最近呢这农业部有伫咧推测稻啊产业精进的政策，提升这稻啊品质，才当增加农民的收益。这个农民白头巾求北报条，抗议公牛13冬来无调整，农民怨叹即阵万项起价，像因请人来开挂着几台斤，捧田车工拢变贵，一只分地挂着工就起100块，那一架就起1000块啊！农民开成本对袂着物资的浮动，地主因即回才抗议，诉求公牛通1公斤提悬5块。10多年拢无讲起价啊！一寡迄个物资资材嘛拢起啦。所以阮真正已经无大行生活，因为起来减一直起嘛，阮加一直支出，所有的利润真正足少的。农民指出，毋但工钱起价，互因食袂消，就连财政援的成本嘛翻倍起。另外，政府即几档鼓励青农回乡做事，煞搁实施大规轮作甲收金，也致使因歹趁食。针对农民的诉求，农粮署无直接的回应，敢若表示农业部正咧推测稻啊产业精进政策，起头会先调整产业结构，嘛提出专属鼓励制度。刚才少少的要求讲会当收较好的，互阮的生活会当过，结果嘛是搁卡伫遮。你看你讲你即马咧鼓励青农倒来做，对一个少年要倒来做。我们鼓励农友来做。总做旱作跟杂粮的部分，如果在一起做呢，我们是在易缺水的一个水库灌区，奖励金2万元。第2期做呢，就是针对原本种水稻的区域，如果我们转做杂粮跟旱作的话，我们就有奖励金1.5万元。进而推动的水稻收入保险加强型的目标价格未来会提高3块钱。也米厂烦恼起价的影响，小卖等通路介绍。另外，本正互政府辅导去种杂粮的农民，可能会改当来种黄啊，安尼恐惊咱台湾的米会产生过量的问题。记者李苏台南采访报道。
咱每一个人拢会变老，不过老了后要安怎活甲有尊严，会了活了舒适，这是咱未来课题。讲到明年咱台湾这个超高龄社会咯，调这些高龄者面对着这税厝，因是真有困难的。就这社会主体需求，高雄呢是有民意代表提出讲，未来政府规划新的社会主体时阵，就要考虑设一个专门予时代大的社会主体。这都发局表示讲，目前是无这款的规划，不过因会按照中央社会主体法规4成比例，予时代等等的弱势族群大。人到3工会使徛起来看，3张共的哦。阿公阿嬷若耍游戏，若训练手甲读壳的反应，算甲真欢喜。这是台东社会主体社区关怀据点的课程。上课的时段讲年岁愈大，发觉家己一个人大的同学嘛，哪来哪济。有一寡是想要伫咧附近睡厝，却因为年岁较大，租无，要拜社会主体，煞拢拜袂着。公社住宅吼。互大家会当较普遍，会当申请都会当来住。大同英法社会住宅的话，它其实大概有100多位的长辈，现在还在等候补。那可能未来还是会再持续的增加。2025年，高雄老人人数就要超过总人口的20%。目前高雄社会主体已经有22000多户。不过，议员唐英如表示，目前社会主体拢是以照顾青年、甲有囡仔的家庭为主，虽望有保留4成是要予弱势族群，包括长辈在内。不过，高雄嘛这3个社会主体计共29户是要予长辈住的，希望亲像日本推出专门属于高龄的社会主体，老人公寓还是讲特殊提供给年长者居住的这社会住宅，其实数量拢无够，佮有一寡是伫外口吼，社会局刚因找的厝，吼，佮毋是社会住宅，是伫外口另外睡厝，遐环境嘛无讲介好。目前咱高雄市咱所推出的社会主体嘛是按照咱中央法令拢来做分配。都发局局长吴文安伫咧议会指出，高龄社会主体需要考虑医疗甲社会照护，目前有无规划？社会局是表示，除了结合都发局包租代管的厝来协助时代睡厝，未来会继续争取社会主体设置更较侪互高龄大的户数。记者邱昭勇高雄报道。根据着世界卫生组织的估计，有25%时代捌感觉到孤单。为了要解决这款的状况呢，美国密西根大学就做一份研究，调查显示讲，时代一年若准做超过100点钟的志工，就会当有效来改善这孤单的问题。就一位70岁淑清姊啊，逐年做要到500点钟的志工，互伊生活足快乐。咱做回来看卖。70岁小金姊啊，逐工拢喙笑目笑，互家己的生活过了真快乐。下晡先去买菜，食完暗顿了后，就准备要去做志工。小金姊啊讲，做志工帮助别人，互伊感觉真快乐，身体嘛对咧变甲真勇敢。唔爱做志工哦，关喺厝的吼，会老人痴呆哦。啊，我是感觉讲吼，安尼会感觉保持一个足少年的心啦。小金姊啊，逐工拢排满家己的生活，做志工、买菜、甲带孙仔，互伊感觉生活真有意义。美国密西根大学嘛有做一份针对时代孤单有助的研究，研究发现讲有做志工的时代，确实会减少孤单的感觉，而且做志工一冬一定要超过100点钟才有效果。若无超过100点钟，对减少孤单是无什么帮助的。那这个研究它就是发现，就是说你参加志工服务时间超过100个小时的话，你会觉得比较不能感到孤单，那你的孤独感会下降，会明显的比参加志工服务不到100小时，甚至是或者是没有参加志工服务的人来得好。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有1/4的时代捌感觉过孤单，而且真侪研究嘛指出，孤单会对时代造成心理、血受、健康等等的负面影响。当时基金会嘛建议时代会当找家己有兴趣的活动来报名做志工，加交朋友，加找人开讲，丰富生活嘛，趁着健康。记者第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来看身体的关系，有一对翁仔某，因厝内面有2个查某囝，拢是身心障碍者。为了要互因接触到社会，特别开一间咖啡厅，除了互查某囝直接伫内面上班，甲人互动以外，搁再另外伫咧咖啡厅饲3只狗仔来陪伴因，互因的生活有无共款的变化。甲拄煮好的咖啡捧互人客，另外一个当咧灶骹专心切水果，
因是咖啡厅头家参头家娘的一对宝贝查某囝。当初时会开咖啡厅，主要就是希望让囡仔会当接触外口的人，也学习社会生活。我们家有2个慢飞天使，他们在社会上面，不管在学校还是在生活上跟人相处，其实都是有一点点的小困难，不懂得怎么去跟人家互动。为了让他们能够跟人相处上面慢慢的磨合，所以才决定开这间店。一般你是看不出来说他们是这样，基本上给他们一点时间，其实他们是做得来的。头一讲，深头把拄到囡仔惊生分的问题，后来开始伫店内饲狗，透过观察狗仔参人之间的交流，囡仔豆豆惯势就袂搁再惊，而且嘛会晓安怎面对人客。他们慢慢的学会怎么去付出，怎么去跟人互动，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小小的意外插曲。即摆因查某囝除了会晓安怎融入社会、甲人接触，原地生活也有改变。包括咖啡厅毋但卖咖啡，阁有温暖的故事。因翁仔某讲，其实只要愿意互遮个囡仔学习机会，因的表现绝对也是一定的。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中华生活美学馆对2020年开始推动中台湾青少年艺术计划，或者表演艺术入去校园培养学生囡仔基本素养。今年承办活动的乒乓草剧团演一出《我的爸母是金童玉女》的台语戏出，用趣味活泼的方式，搁再加上这互动的游戏，或者的囡仔人哪看戏哪学台语。趣味的演出，互大卡囡仔看甲笑开开。这是乒乓草剧团推出的台语戏剧《我的爸母是金童玉女》，改编7世夫妻的典故，现代造型透淡古装人物，互囡仔人无共款的看戏体验。以前也无遐济时间会当看到台语的戏剧，今仔真欢喜会当看到台语的戏剧。以前学台语是看课本，今仔日会当哪看戏哪学台语，我感觉真趣味。中华生活美学馆为2020年开始推动青少年艺术计划，有应对活动、剧场表演，要增加学生囡仔的基本视野。过去剧团表演内容大多数拢是国外囡仔歌，不过这几冬来愈来愈多台湾本土故事的题材。阮就会改编一寡台湾的文学作家，啊，像王拓，啊，还有咱中华的这作家陈恒佳，我嘛正跟啊南管合作，啊，演出男医生的故事，除了西方的这个童话故事，啊，咱本地一寡真好的作品，咱嘛会使讲换做戏剧。剧团表示，深头仔扮台语戏，袂少家长会惊囡仔听无，但是舞台顶演员的表演加上灯光效果，囡仔嘛是看甲目睭无转轮。学校讲，相信透过台语剧场的演出，自细汉培养囡仔的艺术甲台语能力，未来一定会发现。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嘉义县是台湾正重要的农业生产基地。嘉义县科学教育中心配合嘉义大学，用农业病虫防治加环境友善的防治主材，做伙来举办展览，用科学的方式教实农教育，要互分嘉南地区的囡仔会当认捌到这农业内面的科学发展。嘉义大学的教授甲各校的学生囡仔来认捌农作物顶面的做现的汤土，佮有互动体验的设计，互囡仔哪算哪学。这是嘉义县科学教育中心配合嘉义大学第8回历馆太空教育馆举办农业系统甲环境友善防治的展览。看到科学吼，甲咱的农业要安尼来结合咧吼，啊，等于是甲咱这个农业的部分可以做比较友善环境的一个调整吼。了解到说昆虫有哪些特征，然后哪些不是昆虫。展览当中，除了有各种系统介绍以外，还有嘉义大学农业科学研究的生物防治成果甲技师。蔡展仁表示，农业是嘉义县正重要的产业之一，希望透过这个展览，让大家重视友善环境的观念。防治唔是干那喷药啊尔，咱有足侪对咱的环境哦，非常友善哦的这样子的一个防治的这样子的防范哈，会当来给处理安尼，会当哈对。用这个机会哈，来甲各位乡亲时代、父老兄弟姊妹来甲大家分享。嘉义县科学教育中心表示，这个展览会展到明年9月16日，当中还有规划70场的教育活动，唔但教囡仔来认捌昆虫，还有请食物医生分享照顾食物的观念，
希望互相关农业科学的知识，会当透过这个特点分享给更较侪人知影。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天气若变寒，观众朋友就爱加脱领衫，免在气象加好来保护恁听。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0度到24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0度到29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0度到30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0度到27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8度到25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节目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